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山道旅人，教大家唔使搭高鐵就可以喺深圳見到張家界同埋光明頂。今集我哋嚟到圓山風景區入邊嘅鵝公髻，我哋一次過睇晒所有景點。行完山之後，我哋去埋社區廚房食咗一餐自助飯，大家又估下最終埋單幾多錢，啲味道係點？睇晒成條片就知道答案啦。我哋依家出發啦！呢度係深圳地鐵16號線圓山站 A1 出口。嗱，出咗嚟之後呢，我哋就沿住呢條路直行啦。呢一條就叫公園路，我哋好快就行到去十字路口，跟住打斜行過去，靠右行，可以喺蓮塘口岸直接打車過嚟圓山風景區，40至50蚊。3分鐘之後就會見到圓山風景區入口，入去係需要買票，成人15蚊，小童學生8蚊。我哋咧就嚟到圓山風景區啦。喺入口就會見到呢個導覽圖。我哋咧依家就係喺呢個出入口嗰度，咁咧就會沿住放生池咁樣咧一路去到碧玉潭嘅。咁咧我哋見到咧呢度有個指示牌咧，就沿住登山路咁樣一路過去啦。咁我哋咧行到呢一個位置咧，就會見到個分叉口嘅，咁啊左右兩邊，一邊咧就去草莓園卡丁車，另一邊咧就係樹蔭比較多嘅，就係登山嗰邊嘅。我哋就向住右手邊嗰邊行。喺呢個分叉口行大約10分鐘，就會見到洗手間同埋碧玉潭服務區，補給水、小食同埋飲品，有需要就好買定啦。前面就係碧玉潭，係鵝公髻山腳入口，會見到呢個小溪嘅。咁呢個小溪咧就叫做碧玉潭，就會見到佢個指示牌咧就寫住鵝公髻噶啦。咁啊1245米，大約行55分鐘。呢度咧就係一啲嘅石級路嚟嘅，大家千祈唔好喺呢度生火。有好多告示牌啊，或者啲橫幅咧係提示過。咁啊，行咗頭一段咧，喺呢一個位置咧，都會見到附近一個比較高嘅山頭嘅。我哋咧依家就上到嚟咧，就會見到一個涼亭嘅。咁咧左手邊係有個指示牌，咧就喺呢個涼亭嘅左手邊呢條石路上。佢呢啲係比較新做嘅指示牌嚟嘅，佢旁邊咧都會有一個早期啲嘅指示牌，都係寫住相同嘅地方。條路咧都有唔少一啲嘅絲帶。呢個係乜嘢嚟？呢個就叫做深圳徒步圈。依家我哋嚟到第二個地方，呢個就叫做一線天。咁啊，可以睇到喺前邊呢一條嘅行人路係石級路，係比較窄嘅。咁然之後咧，兩邊嘅石頭咧都係好高同埋好大。咁啊，一線天係由2塊巨石組成嘅狹窄寮隙，而且喺巨石寮隙之間嘅石級頗為陡峭。險峻程度令人聯想到張家界嘅楓林峽谷，俾人一種身處原始探險之境嘅感覺。喺中間呢，只有睇到天空嘅啫，而一線天呢，就係咁樣耷零噶啦。依家見到嘅係三姐洞，由天然嘅巨石堆疊而成。傳說藏族嘅歌仙劉三姐因為逃避當地嘅地主逼婚，由廣西一路跑到嚟呢度。追兵因為驚山上邊有老虎，所以唔敢再追。劉三姐就喺度住咗落嚟，靠野果同埋水為生。佢曾經住喺呢一度，所以三姐洞嘅名就係咁樣嚟啦。咁呢度呢，有個分叉口嘅。咁樣向右手邊呢邊呢，就會見到係觀景路同埋棧道嘅。咁我哋就向右手邊呢邊過去啦。
咁大約15分鐘之後就會見到一個柱身，呢度呢係當地村民擺嘅小賣部，可以買到水進行補給嘅，價錢會比山腳嘅服務區貴一啲。我覺得真係好口渴，好有需要先會買嘅。黐住小賣部有個大石頭寫住小張家界，我哋就沿住路咁樣行過去啦。一邊就係一個懸崖，另一邊就係鐵通扶手，係成個鵝公計嘅一個重點。你睇下旁邊嘅懸崖幾乎係90度角，有大大細細唔同嘅石頭組成，而且上邊仲有啲植物。點解鵝公計被稱為深圳版張家界呢？主要係因為佢擁有同張家界類似嘅石英砂岩峰林地貌，以及險峻嘅懸崖棧道景觀。雖然規模同張家界冇得比，但係以濱海同埋平嘅山丘為主嘅深圳，呢種地貌就變得非常之獨特同埋新鮮。係咪好介紹呢？值唔值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呢？回程返去小張家界嗰嚿大石，我哋就直上鵝公計。有一塊國旗嘅，咁我哋呢就喺呢度行出去望下個景色先。喺鵝公計可以見到一片翠綠山巒，同時都上到一個高度，可以望到對面山嘅山脊。指住嘅位置就係峰頂，山坡比較陡峭，睇落十分有挑戰性喎。鵝公計頂旁邊有一條沙路，我哋就係沿住呢條沙路上去光明頂啦。初時鵝公計係我預期嘅終點，後嚟問人先知道，原來前邊仲有光明頂，所需嘅步程唔係好耐，大約15分鐘就會到。中間會經過3支電塔，而光明頂就係喺最遠嗰支電塔嘅下邊。原來行咗大約10分鐘到呢，就會見到呢幾個電塔嘅。咁石塔旁邊呢，有呢啲碎石路嘅，我哋上去。過咗呢3支電塔之後，見到個平整嘅山頭就係光明頂啦。除咗佢夠平整之外，佢個視野都好開闊，景色好光明，所以就有行山人士將呢度叫做光明頂啦。大家又覺得似唔似呢？歡迎喺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仲連接住山路去到小三洲同埋打鼓漿，打鼓漿都叫做深圳千島湖，睇到嘅景色都係相當之靚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下深圳千島湖，喺片尾 click 翻呢條片。依家我哋回程翻去圓山風景區，冇收咗條片住啊，仲未完噶。行返出嚟，其實就係一個住人嘅小區，當地嘅朋友就帶我嚟呢度食咗一餐自助飯。而家都成晏晝3點，呢度係蛋仔社區廚房，喺圓山地鐵站附近。模式就好似2餸飯，但又唔完全一樣，啲餸係按重量去計。一排嘅圓盤入邊裝住唔同嘅餸，白飯同湯啊加多2蚊啫。喺餐具櫃入邊攞碟。根據我朋友講，呢種餐廳近2-3年喺龍崗同埋坪山區特別多。呢度上年7月開幕，開咗大半年，裝修都係算好光猛，而且位置都好多。問過老闆娘，20蚊到就可以食得好豐富、好飽，簡潔為主，最緊要係薄利多銷。我比較中意食素，所以大部分都係菜，味道都 OK 喎。初頭我仲以為呢啲鋪係有政府資助去開，深圳朋友話俾我聽，原來呢啲係私人企業嚟嘅。
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呢條片對你哋有價值，請訂閱個頻道同埋分享開去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